你好。你好。我想以佛法的这个角度啊，跟我们讲一下如何找到合适的伴侣呢？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啊，对每个人来讲的话，可以说很重要啊。但是而且今天你问的是就是佛法的角度啊，因为从佛法的角度来说的话，离不开因果的角度，所以我们就是能遇到一个好的伴侣，好的这个人生的一个对象呢，就要有一个好的因果。所以这个因果呢，就是我们可能是跟过去的业力有关系。但是如果过去的业力就算有一个好的种子，但是可能有一些障碍，比如说比较寒冷的地方，那就是有好的种子，也有时候是因为太冷，所以长不出什么好的那个结果，对吧？是的。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要一些处理掉不好的因缘。那如何处理掉这些不好的因缘呢？这个是有一个呢，就我觉得，比如说我们用佛法的方式修法，比如说修咕噜咕噜佛母，就是这个作命佛母的话呢，它会改变，就是帮助到改变我们的人缘。所以人缘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一些各种层面的这种交往啊，那个时候的比较那方面，大家的沟通都会有什么障碍，然后就是彼此之间的姻缘比较这个增加正面的姻缘，好的缘分啊，所以这是一个方法。那另外一个佛法的角度来说的话，肯定是我觉得你要有比较有智慧的一个观察力，先去了解对方，然后就有时候呢，就也要考虑对方，也要考虑自己，要一个多方面去想。然后有些呢就是没有耐心啊，然后就是不切实际的一些，只有幻想没有行动啊，有些太过于的这种怎么说，这种情绪啊，有些呢太过于保守啊，这些都是问题。那找不到的。所以呢，这方面呢，就是要有一定的一种平衡和弹性，所以这个是要有自己的一些思维有关系。那佛法来讲的话呢，这些都是比较有客观的去看，然后怎么处理，我觉得要有自己的智慧。对，因为我发现现在社会上不是因为很多90后啦，就是80后啊，离婚率都是非常高的。对。然后呢，好像大家都对这种婚姻生活慢慢开始失去了信心啊。其实我是觉得，就是大家不懂得怎么去识人呢，也不懂得如何去经营啊。所以因为这个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比如说有些我们觉得你情我愿，然后就是这种非常自由的恋爱，然后就结婚了，看起来非常美满的，非常理想的。是。但是反而呢，我们实际这个生活当中就看到这种的离婚率非常多。对。那父母相亲呢，那些呢，有时候是离婚率比较低。这个有各种原因，但是其中一个原因，我觉得呢，父母相亲的不是说是有所谓的这种无条件的爱非常多，但是他比较多一点观察到，因为他们自己是过来人，所以观察到这个细节未来，因为未来婚姻后的真正的未来不是那种很浪漫的一个幻想的世界了，所以非常一个实际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很多的一些现实的问题要一起面对，一起调整。对。这个部分就是父母啊，其他的那一部分已经考虑因素在里面，包括一些很多生活条件啊，各方面的一些原因。对。所以呢，到那些考虑的那个调整的时候，这种呢比较经得起。但年轻的时候自己比较那种冲动，或者这种有就是纯粹就是那种感情啊，就是我对他有感觉，他对我有感觉，就那种呢，就是一开始就轰轰烈烈了。对。但慢慢的，就是这个过渡期可能会就是过了，然后就是要真正的面对现实的时候，就他们没有准备好。是。
是，这个绝对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但是这些都是因素。我们觉得至少要能考虑到很多因素的时候，其中自己要寻找正确的答案。对，我觉得康复你可以开一个这种婚姻情感的课程啊，因为我说实话，人生1/3啊都是在处理这种情感问题，对不对？对，人生你就是工作、事业、家庭、两性关系，就是我觉得这是人生的一个占了很大比例的一个部分啊，所以我觉得，你如果可以把这些智慧分享给，就是世人呢，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大功德的一件事。是没错啊，但是呢，我自己呢知道这个佛法里面有很多相关的智慧。但是呢，我们用这种包装成现在人比较听得懂的一种很生活的方式来，然后又处理大家的问题的话，这种呢，就是我现在也还没有完全信心说我自己能以这个方面去开课。但是呢，我们用佛法讲的时候，有时候确实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我们这些也可以用在生活当中，这些也可以用在处理感情和婚姻当中，有各种原因在里面。还有一个佛法里面有一些有西藏一个高僧大德，他说，其实我们都是在那种在一个商场里面见面一起喝一杯咖啡的那种非常短暂的一个关系，就算你们已经结婚了，所以呢，这么短暂的时间应该要好好的珍惜，而且这又是一个缘分。所以呢，这个时光不要用来一直呢就是吵架啊，这样的闹吵，那这样的话呢，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了。还有呢，很多吵架啊那种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彼此之间呢没有考虑清楚，没有多方面去看这个事情的本质的，就是一种情绪问题在里面。那这种佛法肯定有很多非常实用的地方，大概这样啊。好的，谢谢康复，今天很受益。